想讓體重真的動起來，第一步不是更努力，不是更節食，而是先把發炎壓下來，身體一穩定，代謝才會打開，把身體的火先滅掉，瘦下來真的會變容易。5大抗發炎飲食指南。1. 主食篇：促炎嘅白飯、麵包、蛋糕、麵條、油條、精緻澱粉；抗炎嘅地瓜、糙米、藜麥、黑米、南瓜、燕麥、玉米。2. 蔬菜篇：促炎嘅泡菜、滷味、酸菜、油炸蔬菜；抗炎嘅花椰菜、甜椒、菠菜、番茄、黃瓜、紫色高麗菜。3. 肉類篇：促炎嘅炸雞、五花肉、火腿、香腸、加工肉品；抗炎嘅鮭魚、青魚、牡蠣即係生蠔、蝦梨嗰啲蜆啊嗰啲，蝦子、淡菜富含 Omega 3。4. 飲料篇：促炎嘅含糖飲料、果汁、酒精、珍奶，即係珍珠奶茶啦，汽水。抗炎嘅綠茶、烏龍茶、黑咖啡、紅茶、普洱茶、紅酒適量。5. 其他抗炎食物，建議增加薑黃、大蒜、洋蔥、堅果、生薑、橄欖油、肉桂、糯米、